来到台南永华国民运动中心，特别是羽毛球馆满满人潮，而且是非假日上午，除了有专业教练的指导为小学生基础扎根，还有就是租借场地的民众。根据了解，自巴黎奥运期间一直到林洋配再次拿下奥运冠军以后，场馆人数明显增加，从上午10点起到晚上10点时段全满，掀起一阵羽球热。因为奥运的关系，像我们羽球跟拳击的部分，我们课程都有很明显的成长。然后像羽球的课程啊，我们有私人教练课程跟团体课程。我们近期暑假的关系，也是很多小朋友来报名我们的营队。像我们这边羽球场的话，我们几乎就是时段都是满的。对啊，比较难租借一点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价格比较便宜，比较亲民一点。市民爱运动当然是好事，所以市府除了持续在永康、仁德、善化等区域新建全民运动馆，同时也会和大学院校合作，希望增加场馆的数量，以符合市民的需求和期待。那我们也会分区在西北这边多办一些比赛，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能够从基础开始，能够多参加比赛，然后提升我们的竞技实力。那我们希望民众去那边体验，一方面运动，一方面能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拳击运动，它的比赛的规程啊，然后让自己有兴趣来去参与。除了最夯的羽球在球场运动变成一种潮流，另外原本相对较不普及的拳击，其实在林玉婷奥运夺金以后，台南市所属的国民运动中心若设立拳击、格斗竞技、泰拳等相关训练场馆，特别是女性朋友的询问度也很高，所以局长也希望市民从体验了解规则开始，增加兴趣，并享受运动的乐趣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